嗯，播放清单那不是歌唱影片资料库目录了。梅花是歌曲的名称呢，但是也有台风哦。有台风报道。你看啊，农历就重阳节过后了啊，还有台风呢。前几天那个东部的玉里、花莲玉里都还大淹水，稻田都受损了，收获受影响。更早一点有大地震有的桥梁都坏掉了，还有那个碾米工厂也倒了。花莲玉里遭受地震的灾害，还有水灾，台风造成的水灾，东部有大雨淹水了。那这个歌唱的影片怎么加入播放清单呢？最好是找那个单曲这个是爱国歌曲有八首，应该9首，再加上国歌嘛。好来，勾选第二项，你刚刚有勾选过了，这样就加入了播放清单了。